晚安，大家好。大家敢应该有声吼？应该有啊。大家晚安啊！大家晚安啊！虽然本来是9:45要开的，但是我看好像因为我昨天一开始设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好像有很多朋友已经先开始在聊天室等了嘛。拍谁？我是昨天后来想一想又偷改时间，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以为我会9点就开，对不对？拍谁？这完全是我的问题。首先要感谢昌大叔，在我还没有开台的时候，就先抖内了350块补贴饭钱，谢谢，我又可以多活好几天了，感谢。对啊，因为那个昌大叔等一下应该会先需要去睡觉休息，对不对？所以好吧，我太晚开，可能就是大叔就没办法看到我们，没办法跟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啊。对，其实我最近也常常在想，就是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开比较好开台时段也是一个蛮难决定的事情呢。好啊，先跟大家说这问大家暗安吼，鸟鼻狗水暗安有阿葱阿杰暗安有猪葱暗安有准备暗安有一头就苦茶暗安，你们好啊！加巴不会大家吃晚餐了吗？我想说这礼拜好像就也蛮多再补档就好了耶！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对，昌大叔还在帮我补档，我又可以多增加我的时数了，太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就是如果有愿意，就是拿一点钱来支持我的话，或者是不拿钱支持我，有来帮我充时数，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大的帮助。对，真的超感谢各位的，耶！对啊，就想说这礼拜就是联动也蛮多的嘛。那联动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跟大家都聊到天，所以就想说，好啦，突发再开一个杂谈好了啦，再开一个杂谈跟大家聊聊天。大家晚餐吃了没有？是不是应该发起一点什么市场调查？对，然后那个今天那个，我最近有做一些小东西，就是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每个月换一下抖内音效？好无聊，把时间拿来做这么无聊的事。想说每个月换一下抖内音效好了，不然那个每次听到那个台词都一样嘛。干不起机器，干不起赞助，再几块个 take it 单楼，大家可能听了有点腻。我想说来点变化，对，那但是因为那个阿杰在那个还没开台的时候就抖内，我们刚刚没有听到新版的，所以我们现在来手动播放一次给大家听。有多谢你的爱，让我感动到强要哭出来。我自己没开声音，我自己听不到好好笑。大家有听到吗？大家有听到吗？还是我没有截取到声音？奇怪，怎么听起来没声音？我再试一次。多谢你的爱，让我感动到强要哭出来。有啦，有声音了哦，太好了，就是这样。好，所以大家那个想听新版的，就是没事可以抖一下。结果还是在练财吗？阿酸阿曼还给一层绿茶还没吃还没吃。都9点多了，我已经很晚吃了，我刚刚都吃过了，一藤绿茶还没吃，真的假的？对我今天要来做什么市场调查？对啦，我们还是要回应一下那个标题啦。今天也考出来，第二我也考出来。你们是想要看我怎样的哪一种哭？你们冷静。怎么有人偷偷开数？因为那个我们的阿杰昌大叔，在我还没有开台的时候就偷偷抖内了。我想说不行，那我至少要那个跟大叔。就是讲个晚安，打个招呼，所以我就想说，好，我们先开，对，我们早一点开，对，是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讲那个在想，刚刚是不是不爱吃？哦，午餐吃过，你就不吃了？你一天只吃1餐吗？真假的？想看哭出来，我就知道你们，我的怎样拎兴这边耶？我那张图有 stand by 吗？没有算了，你们这些人好扭曲啊！我今天想要问的是，你有被嫌过台语很烂吗？你有被嫌过？12周更新了，我还没有看呢，我还没看更新呢，我应该还没有看到。
阿酸都只吃晚餐，真的假的？阿酸是在省钱哦。我知道大学生可能很多喜欢省钱，然后就是只吃一餐，但是我没有办法哎，可能因为我很容易感到饿吧。是的，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虽然我也很穷。太好了，我们有今天的市场调查。对，我很好奇大家有没有被嫌过台语不好啊？对啊，我自己的12周计划也是有在悄悄的进行中，真是太好了呢。已经失败3周了，不就全都失败？什么意思？失败了3周，还有9周啊？怎么会全都失败？我们人生还是很有希望的吧？不用这样子吧？子先生谁？子昌吗？好，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标题是什么？台语差不多流利的，我自己记不得。绿茶很负面吗？不对耶，因为原本那个我设定成9点45啦，所以是不是9点45之前不能聊到标题的这个重点话题啊？要求很多。真假的？子昌先生这么凶吗？子昌会说你不够在意，所以才会失败吧？真的假的？这么严格哦？是怎样？你们是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就是进行了一些什么讨论哦？真的假的？不是啊，就不是那时候有说吧，就是这个12周周计划，就是有可能你做一做，会发现已经开台就已经毁约了，真的假的？是这样子吗？就是那时候有说啊，12周周计划就是还有对上，还有追，那个在做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实际上能用的时间没有那么多之类的，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嘛？对，所以你发现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只好调整一下，你就只能调整一下你的周计划，也许是要配合你实际上能做到的那个工作量去修改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可以就是不要给自己过多压力啦，不用突然只会讲英文没有在卖弄，就是不用那个 beat yourself up， 不用就是一定要痛扁自己或是对自己太严格，就做不到就做不到，那也没什么。对啊，你已经赢很多人了，你已经有想要做这个周计划，然后你有努力在完成你想做的事情，你已经赢很多人了，你不需要因为这样子就痛扁自己，然后就一蹶不振，不需要哦。对，我们心情还是可以调试轻松一点啦。周米，晚安，欢迎你来看台啊。子昌欺负观众，真的假的？你觉得提早开台比晚开台危险？因为之前去校署吗？是校署吗？线下他看有人，所以就提前开聊，结果你就以为有赶上，但是错过。原来是这样。所以因为提早开台，但大家不想要错过任何一点我讲出来的话，所以那个晚来了就会不开心，是这个意思吗？真的假的？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你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好，我下次会把这件事情就是放在心里，记得有这回事。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好，那我以后还是尽量不要提早开好了。虽然那个我待机室的时间改来改去的，也是有点不妙。OK， 西语高炸，欢迎。对，够推主播的粉是没错。我知道那个很推的话，的确是会想要全都跟到。猫可爱不开心，现在痛哭，真的假的？天哪！我不知道我在你们的心中有这么重的分量这个，我也知道我在那个物理空间是有这个90公斤左右，但是我不知道在你们心中居然这么重，真是不好意思。好啦，我下次改进啦。够推的都会提早1小时到吗？你再想想还好是假的，那太好了。对，但是我那个90公斤是真的哦。对，为什么我要常常告诉大家我多重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是，够推的都会提早1小时到，是真的还假的啦？有这样子吗？有这个习俗吗？我怎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蛮喜欢造谣的？各位，好，
西西好西西。最危险就是一提早开，二开了才发通知，真爱粉就会措手不及。哦，普通粉倒是没差。所以突发也蛮危险的吗？对耶，我今天这个直播我都没有在 DC 跟大家预告我只有发推文。天哪，哇，自己的话会先3个小时前就开着放在电脑上挂着。突发危险哦，原来说，Taylor， 晚安啊 ，Taylor。我常常在突发呢，我的突发也是都真的是蛮唐突的。天哪，哇，那看来我以后要思考的东西好像就变多了。天哪，好，然后之后改进一下。那会不会突发？突发会不会至少前一天讲比较好啊？至少让那个真的每一场都。让每一场都不想错过的人，至少有1天的时间可以反应，是这样子吗？至少有1个晚上的时间可以反应，也许会好一点哦。唐突推特语音、唐突 DC 聊天，还有突发台突发比较预期有很多人，是没错是没错。但是刚刚是讲到那个，就是比较怎么说，有一些粉丝会不想要错过任何一场直播。刚刚是讲到，就是对于这一点，可能有些人就是错过了会很不开心，对。但对突发不预就是比较没办法预期，很多人都会到，也是这样子没有错。推特语音推特语音是指音讯空间吗？对啊，我最近都没什么在开音讯空间呢。对，可能暂时也没有要开。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到，主要是偶像系哦，那我应该不是偶像系，太好了。Raphael， 阿慢欢迎你来，你写台文较含慢，敢有欠虚？我读台文嘛是有些爱看较久，那是专的，有些爱看较久。大家们习惯用1个礼拜的周期去规划时间，所以如果突发卡到别人的时间，就会打不赢。合理。的确，突发然后撞到那个就是其他主播的话，那的确是没办法预期有很多人都会到。酒喝茶茶爹爹阿蛮欢迎你来，欢迎，还有蜀人晚安，欢迎你来原来如此，主要是偶像系或者是在社群里主播地位很高的会出现。社群里主播地位很高哦，如果大家是很像朋友平起平坐，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应该还行吧，我应该比较像朋友型的吧，我不太确定但我觉得我不像偶像型的，我应该不像偶像型的。有人把我当偶像吗？真的吗？有人把我当成 idol 吗？有吗？有的话可以跟我讲，因为我也蛮好奇的。有吗？真的有吗？如果是3档突发就会很扼腕。有道理，3档又没跟到，然后你就再也看不到，永远没有机会看到。的确，如果是真的很爱他的话，就会蛮痛苦的。那如果是留档的话，就照自己本来时间走之后补档是没错啦。对，不过可能有一些人想要那个可以即时互动的感觉吧，因为如果可以即时互动的话，你就可以即时在聊天室跟主播就聊天，对，可以即时在聊天室跟主播有互动，所以这样对有些人来说，可能那个补档跟看现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对，所以刚刚那个伊藤讲，我才有 get 到，就是对耶，有这回事。看一个 V 的歌回片段之类的订阅，然后如果他突发又3档太多，就会退订每个人用那个订阅跟退订的习惯也都不一样对不对？像有一些人是订阅了之后就不太会再退订了，但是我自己其实也是，就是我订阅了别人之后，如果我很确定我之后其实不会需要收到他的通知，或是我很确定他的，比如说有些人一开始做的频道内容跟后来转型之后做的题材差太多，然后我原本关心的题材，我举个例子，对，很小的例子，但是就是我有曾经因为有一个人他会在标题里面用台文，然后他会用台语拍片订阅他，结果后来他就完全做跟台语一点关系都没有，在做一些其他主题了。我很确定我再也不会想要看这个人了，所以我就退订了。对，我是有在使用退订这个功能的啦。对，阿酸因为我所以不能洗澡吗？没有这个困扰。伊藤绿茶买了防水手机袋，就是因为在洗澡时也能跟台。
我都没有在管呢，我会把手机带进去洗澡但我会放在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啦，就是把声音开很大在听，但是水还是不能泼到它，是没错。对啊，直播有那个即时互动的感觉，可能对啊，无可取代没有错。补档跟对，没有跟到还是会不准感觉不一样。猫猫卡还是会补档，不能即时互动就当 podcast 听。是没错。对啊，就我不知道，如果我因为我的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还是就是很多想看的台根本就也没办法都看到，所以的确有时候就真的只能是当成 podcast 另外再听了。这也是怎么说呢？想的话果然还是可以的话，会想要跟现场的吧？对，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那也只能当 podcast 听了。对，什么被骂到了？我骂到谁？我哪一句骂到了？我好像每一句都回到，所以猫子里安安欢迎。嘿，我刚刚是不是还没跟你打招呼？猫子里晚安，欢迎你来看我的台。拍摄有提早开了，是的。对，我们在检讨那个一个称职的主播不可以提早开台。类似电台类的节目的话，就可能的确，如果有一些节目比较没有在现场互动的话，就不一定真的要跟到现场，是没错。就如果之后再补的感觉没差那么多的话，就还行。对不起，你台语烂，怎么这么突然？以前做的跟现在做的不一样，我也是跟以前的没有一模一样啊。以前我是台语比例非常高，然后还做一点那个音乐创作，对不对？但现在都没有了，现在都在干嘛？现在都在街访，现在都在做一些怪怪的节目，都在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不然就是新闻的烫伤。对啊，不是今天有人说要看我脱衣服，脱了，爽了没？对啊，我都在干嘛？我都在那个脱衣服，然后骂倒，然后骂倒，对，然后都在骂人怎么办？一天到晚都在骂人，杂谈就是有事没事骂个人，对，太好了，喜欢怪怪的东西，那你肯定也蛮喜欢我的吧？再一届没办法，拉夫老师没有，完了大哥了，那对你们来说是奖励吧？拉夫老师没有给我再拖更多的功能，所以没有办法拖太少。你们这样对不对？今天那个呢，最近好不容易变冷呢，你们这样不对吧？你们这样是要冷死主播这是什么扭曲的爱？喜欢怪怪的东西，果然就是喜欢我，对吧？对，如果喜欢，之后那个如果大家就是有喜欢的人，然后你也希望对方喜欢你的话，你就可以问他喜不喜欢喝水，你喜欢水吗？如果他说他喜欢的话，你就可以说哇太好了，你喜欢70%的我了谢谢，大家学起来了吗？我怎么可以把自己弄到那么尴尬？感冒躲在被子里，感觉很好欺负。子昌一天到晚想要欺负人，这个太扭曲了吧？写乱，写冲啊！这叫什么？这太无人兴趣毕业，怎么会这样呢？还以为是要问对方喜不喜欢脱衣服，再想想好不好？猫猫可爱，你冷静。同学，猫同学，请你冷静。对我不太确定可以这样问吗？你要看对方，如果对方喜欢就比较热情，比较就是对这方面比较主动的话，就也许也是一种方式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再想一下。对，虽然那个我觉得如果是已经有一定的那个感情基础的话，这确实是一种是为生活增添一点火焰的这种感觉嘛，好像不错哦，好像可以大家如果有那个已经有确认关系的，可以问我。完蛋了，老婆直接出来跟你说可以直接问你们要在我聊天室放闪也是可以啦，没关系。妈自己学会了，马上要去跟喜欢的人对线，真的假的？你真的直接问哦？你真的直接在我的聊天室问阿酸喜不喜欢脱衣服哦？真的假的？这还真是我的荣幸。对，帮你们证婚完之后，还要帮你们朗读这个非常怎么说呢？热情如火，这个烧烫烫，这个烧烫烫是作烧烧甲会烫到烧烫烫，不是讲两个人互相烫衫的烧烫烫，无同。大家有 get 到吗？我需要把字打出来吗？
不是讲两个人迄个小意爱要小烫啥的小烫烫，不是。我原本不是要讲这个，但讲出来之后觉得意外的很合理耶，好适合当谢谢子昌，谢谢子昌帮我把字打出来。是的，我就在想这个。天啊，大家好有创意哦！没有，大家，这是我想到的，我好有创意哦，太好了。不是，你们一下子在我的那个聊天室要我证婚，然后一下子在这边给我放闪，而且是放这么刺激的，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两个人上次在我的聊天室叫我证婚，那是什么台？那是骂倒台，对不对？在那个骂倒台的最一开始叫我帮这两个人证婚，是怎么回事啊？太好了，我的观众好棒哦！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说我的观众真是太棒了，好开心，这还真是我的荣幸。天啊，我有跟三次方打到招呼吗？是不是没有？真的假的？三次方晚安，欢迎你来，默默的就出现在聊天室里了，对不对？所以刚刚没跟你打到招呼。晚安啊！对，我刚刚有那个啦，有控制一下，不要聊太有营养的话题，因为原本待机时是9点45，所以我们9点45了，所以可以聊有营养的话题了。对。那我觉得我刚刚太激动了，讲话好用力哦，是不是又应该多喝点水啊，或是吃个喉糖好了，太好了。虽然我在戒糖，但是随便啦，不能吗？你们是情难自抑，好啦，没关系啦。对，不是啊，我也没有在，我看一下我的台规怎么写的，我复习一下。禁止不雅、仇恨、恶意言论、人身攻击，或是 YouTube 政策禁止的，应该是没有啦，应该是没有。所以第一条没问题。然后第二，可聊政治宗教这应该也没问题。第三，不要洗版，应该也没有。第四，不要在别人的直播好，跟我没关系。第五，不要在这里臭别人好。第六，不要剧透，跟我没关系。第七，不要指示出，也没有。哇，那可以耶，那你们可以放闪耶。脱衣服不营养了吗？我不知道脱衣服很营养吗？就请告诉我脱衣服哪里营养？对，伊藤绿茶有点饿，等一下吃2颗水煮蛋。好啊，对，蛋是中脂肉类哦，一颗蛋可以提供1份蛋白质，所以可以吃2颗，这2颗就有2份蛋白质。我数学不错吧？脱衣服哪里营养？请告诉我，谢谢。看谁脱 ？What do you mean？什么叫做看谁脱？看谁脱决定有多营养吗？脱衣服很营养哦，我脱就有营养是不是？不是，我就只能脱到这里了，好吗？欧拉夫老师给我的就只有这么多了，我没有办法再脱了。我也想啊，我也想再脱啊，我就没办法啊，对啊，对，不是，我知道我脱了，但是我没有觉得，不是脱衣服哪里营养，请告诉我。教えてください，请告诉我。我突然会日文，我的天，请告诉我脱衣服哪里营养了 ？Please tell me， 要出多少？没有办法啦，要出多少要问欧拉夫老师啦。你们要问他出多少可以让我再脱，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什么啦？脑内通知拉夫老师把那个脱了，不行不行我请拉夫老师让我多脱一点，不是他就很这叫什么护子心切哦。对，护子心切啊，就没有要让我拖那么多。对啊，那个多少钱？你们去问欧拉夫，你们去那个联署请愿，去跟拉夫老师讲，你们不用脑内通知啊，你们不是可以直接投棉花糖，或是可以直接那个骚扰，不是骚扰，可以直接就是跟拉夫老师讲，干嘛偷偷摸摸脑内通知是怎样？天哪，一开始就觉得声音这么不够吗？有些营养只能看美人脱衣摄取，不要乱讲，有这种事情？有这种代志？有吗？真的有吗？不要骗我啊！生活神要大家骚扰拉夫老师，我是有这样说没错，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没错，但不是这样，不是骚扰。你知道骚扰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要拿着钱去，对，这样比较有礼貌。你有什么愿望想要别人帮你达成的时候，请带着钱去拜托他，不要手空空的去拜托他。对，手空空的去拜托他，就有点没礼貌咯。对哦，脑内啡啊，你说的有道理耶，
像有道理，怎么办？那算摄取营养吗？虽然那不一定算摄取营养，但是这样说好像没错哎。原来不能这样吗？不能哦。没有啦，或是你如果就是觉得不在意礼貌问题的话，是可以试试看啦。好像不只限于看人脱衣，什么意思？你喜欢看其他小动物脱衣服哦？是吗？你喜欢看猫咪脱衣服哦？还是怎么样？真的假的？原来伊藤绿茶你兴这味耶？真的吗？你介意看那个其他的动物烫衫？还是看宝箱怪脱衣？那可能也不算人哦。那好像有道理。我们还是不要深究这个问题好了。我觉得越深究这个问题，我的台就越危险呢。这样不好吧？我想想啊，我还有什么话題可以聊呢？我知道，我今天那个，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是那个重型直播啊？脱壳吗？脱壳好像有道理耶。不是有道理在哪？随便附和，哪里有道理？喜欢看人家脱壳哦，喜欢看人家脱壳，觉得很疗愈吗？还是大家喜欢看人家 talk 开个杂谈台这样子？是新朋友吗？是我怎么念你的名字？你是阴谋吗？阴谋，你好，阿妈欢迎你来。阿妈，你吃饱未？你有吃暗顿啊未？欢迎你来看我的台。蝴蝶羽化好看，好。想象一下，一只超可爱的狗狗穿着衣服，然后它挣脱的样子。好啦，我知道有一些猫咪不喜欢穿衣服，所以你给它穿奇奇怪怪的衣服，它也会挣脱啦，是很可爱啦，是很可爱。原来是雨空景啊！雨空景，我知道你有不止一个账号，但是这支账号我之前有看过吗？好久不见啊，欢迎你来。豆浆晚安啊，欢迎你来。伊藤绿茶以为阴谋是新来的，我刚刚也以为，结果是雨空景。豆浆吃饱未？你有吃暗顿啊未？吃晚餐了吗？对啊，我今天就想说，反正就突发，然后就是开了一个重型杂谈，想说再来看一下有没有人滑那个 shorts 会滑到我，对吧？我记得那个滑 shorts 的时候是会滑到重型直播的，所以我才开了这个。我有滑过一些。我也有滑到过一些别人的重型直播，但是我都滑到那个日本的 VTuber 的比较多，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哇，重型直播直接滑下去可以出现更多重型直播，我的天啊，好酷哦！请大家不要把我滑走哦，不要把我滑走哦，谢谢。滑回来，不要把我滑走。我跟你们讲，这个功能不是叫你们把我滑走的，冷静。新账号就是新来的 YouTube 江湖规矩哦，有这回事哦。好，我又学会了，不好意思哦，我不太懂规矩。对啊，我现在才知道，我很少用手机看台啊，我蛮少用手机在看台。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少在用手机的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啊，我通常那个各种娱乐行为都是在电脑上进行，所以我的手机就是我的手机是一个我不在电脑前的时候的办公工具。好无情哦，是无情的一直逼自己工作的人，好好笑哦，救命哦！豆浆吃小孩。请问你是那叫什么幼幼台的那个大哥哥大姐姐吗？怎么会吃小孩？什么意思？吃小孩保持青春哦，太恐怖了！真的伊藤绿茶要考我吗？来考啊，请考，可以考。你晚餐吃小孩什么意思？雨空警最近打三角洲，但是玩烽火亏钱亏爆。三角洲是什么？我没有玩过我很少在玩年轻人的电动，讲的好像我很老。对啊，最近都没什么在玩电动三角洲行动原来如此最近都没什么在玩电动。我最近都在玩什么电动啊？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YouTube 对纵向直播很白痴哟，买 YouTube Premium 结果把荧幕关掉，它会直接停。真的假的？早知道开横的，这样对大家来说也太不方便了吧？这对大家来说也太不方便，怎么会这样设计啊？这是在设计我吧？这是在设计主播吧？太过分了，怎么会这样？虽然我觉得 YouTube 有一些功能，就不止一个，很多个功能都蛮欠缺改进的，对，所以但我现在在 YouTube 开台，我还是不要太得罪 YouTube 好了。
纵向的出件会变多。我也觉得这样好像有几次也是杂谈吧，然后也是开了纵向，然后那时候就真的会比较多新朋友的感觉耶。对啊，我就想说今天那个杂谈就来试试看能不能遇到一些新朋友吧，能的话就也不错啊，不能就算了。说 YouTube 好像没有啦，我说他设计的很好，很会设计啊，很会设计主播跟设计观众全部都设计一遍，没错，是这样子没错。好啦，不要滑走啦，大家。对啊，好好奇哦，有没有人是那个滑一滑，然后突然滑到我，然后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这个绿绿的台 V 是什么东西？怎么头上2只脚是在干嘛？平常在干嘛？怎么会滑到这个没看过的家伙？有吗？有这种新朋友吗？火蛇又可以多活一天啦！什么？谁给我钱？什么？伊藤绿茶给了我100块，烫3斤，真的假的？谢谢伊藤绿茶的100块，希望我以后可以那个让拉夫老师帮我新增脱衣服功能，谢谢。这个好啦，我去问拉夫老师啦，好哟。不过我的语音怎么是旧的啊？还是我？对啊，语音怎么是旧的？怎么会这样？不可能！那我看一下，我是设计错了。可是刚在那个给大家看，昌大叔不是老师，在给大家看那个阿杰的那个抖内的时候，不是新的音档吗？怎么会这样？那你们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做错了什么，我又做错了什么？什么意思？昌大叔老师，但也算老师吧？对啊，昌大叔在他的 YouTube 频道都会分享很多台语俗谚，而且速度有点快，非常快，超级快。对，所以可以学到东西吧？叫他老师也不为过。对，确实可以叫他老师，没有错。对，馒头方面也是老师。对，原来有这个资金运用项目吗？原本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的话，就也不是不行。我还能怎么样？我好像知道为什么我的语音。等一下，我的语音看一下哦。我好像做了很愚蠢的事就是我昨天录好了之后啊，我就把它新增上去了。但是我好像没有意识到，就是我需要把这个档案留在我的电脑里，它才有办法播放。我忘记这件事情了，所以我把它删掉了。我是白痴。我想说，就是把那个空间留出来，所以我把它删掉了。所以，但它还有旧版的音档哦，真的假的？居然有这种事情，是怎样啊？我开始搞不懂我自己了，怎么会这么蠢？那我要重录好好笑好吧？对我有点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那个手动来那个，不对啊？那为什么刚刚又会有正常的语音？我还非常的疑惑。绿界有时候不会更新，原来是这样啊！所以是绿界在搞个冲低，怎么会都变成了讽刺？是这样子吗？不能唱太好听，会被版权炮。可是为什么刚刚的又有啊？我来看看哦，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绿界也在设计，又设计我。File C User Download。那是下一段了。那是下一段了。原来如此。不是啊，这不合理啊。它为什么会是旧版的？还是我们不要纠结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认真聊聊天好了。好，反正我该做的就是等一下下播之后，我要补录一下。我昨天删掉的绿界设计没关系，不像某红校把抖内3成，我们不要再讲他坏话了，我不敢一直讲他坏话。好，对啊，不过吃3成真的很多吃3成是真的蛮多的，感觉他吃蛮饱的虽然他提供平台，所以就是也是
给 game 而且爱红谈，但是这个有点赚蛮多的吼。为好人一生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一天。真的是旧版的。感谢三次方的，他说付款失败，所以他这边是显示0元呢，好酷哦，好酷哦！付款失败会显示0元吗？居然有这种事情，太炫炮了！那什么好拖？不是这个还没有要拖，很忧郁都要 blue， 谢谢，这你的笑话品味跟我好接近哦，怎么会这样？太好了。总之那个脱衣服好啦，我先记下来。对，我先记下来，我等一下要记得下播之后要，对啊，卡号输错也会有通知，我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好酷哦。我要记得下播后问拉夫老师多少钱可以脱衣服，多少钱可以脱衣服，好哦。然后我还要补录那个，对，不然我会很 blue， 好烂啊！对，我要记得补录，我要记得补录抖内音效。完了，抖内音效打字打太快，说补录抖音没有没有要录这个根本就没有抖音账号。好，对啊，卡号输错为什么还有通知？还要让全世界知道你付款失败啊？干嘛这样啊？很会设计好好笑。好，我还是试图回到今天的标题，好好笑。不会啦，我就没有抖音账号，以后也不会有，没有这件事情。你冷静，不要紧张。我像是会去，才不会，喂，抖内音效，不要乱简称，抖内音效，不要乱简称，好不好？上面都是小学生吗？不一定吧。又来了吗？不要问干嘛，要或不要，那就不要。对。不要问干嘛，然后还想要别人决定要或不要的话，可能不够想要，所以不要。如果你很想要的话，就算我们说不要，你还是会要，所以不要。简称的害处真的，对，不要乱简称，不要乱简称，对，就是请大家不要乱简称。对啊，我是不是真的该出那个那个叫什么魔法之书哦？魔法之书就是当你没办法决定一件事情，然后火蛇又没有刚好在开台可以让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就可以翻一翻，对，然后就有一些火蛇名言告诉你不要，告诉你 no means no 之类的。好，不要乱讲话好了，来不及了，已经乱讲话了。我们是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台语差不多流利的男生跟女生，女生会被笑台语不好，对，就是。其实我注意到这件事情很久了啦，只是最近又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就觉得蛮奇妙的，对，所以想说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我看一下，哇，23票好多哦，果然经过的人很多吗？是几笔是我们几笔晚安，欢迎你来看我的台。我们在 YouTube 是初见，对不对？虽然在推特上有看到你，有跟你回一点讯息呢。我们在 YouTube 是第一次见吗？好人一生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一天啦！哇，太好了吧！感谢你的爱，我自己忘记我的台词。多谢你的爱，让我感动到哭出来。谢谢三次方的200块，谢谢火蛇，谢谢绿界，太好了。谢谢三次方支援我200块，让我可以多活一天。天啊，怎么今天大家一直在给我钱，好开心哦！谢谢大家，我现在有好多钱可以一直活下去。我活下去，我就有动力继续，也不是有动力，我就有能力继续开台做东西，好赞！对，对，好 ，YouTube 初见，太好了。对，就是因为最近就是在那个推特上刚好蛮流行那个红红红胎的那个绕口令嘛，对不对？其实本来要给，但是说不要，所以刚刚的要或不要是要不要给我钱哦。这应该剪成 short 吧？等一下，10点5分，太好笑了。这个谢谢，你可以不给我钱，但是你提供了非常棒的 short 素材，这也太好笑了吧？谢谢阿酸，好，那确实帮你省到钱了，没关系啦。
就是省钱可以那个自己可以活得好一点也没关系，我还需要你们多帮我看台，对，多陪我聊天，所以本来就是那个省钱也可以哦，子昌也要问火蛇要不要？那等一下，这个是给钱还是要送恐怖游戏？是要抖内还是要送恐怖游戏？哈？子昌，你是要干嘛？我现在很害怕，好啦，要或不要？那要啊，当然要啊，不管是要给钱还是要送恐怖游戏，都欣然接受，好不好？谢谢子昌。毕竟送的就是免费的，不拿白不拿，那肯定要的，拿你没办法。好，我们继续讲到哪？我一直要提醒自己拉回来，好好笑。对，讲到那个啦，讲到那个，对啊，又送，我上一个还没玩完，对，好，总之就是那个推特上刚好有在流行那个红太的那个播出音嘛，就是绕口令的部分，对，然后就有发现有蛮多人挑战的啊，对，然后我就发现怎么会那个就是讲的流利程度差不多的情况下。好像有发现，有看到女生比较会被笑，或是被嫌说台语讲的不标准，对。但我就觉得还蛮好奇，会想一下怎么会有这个现象，所以就想说，看如果如果聊天室的朋友刚好也有点相似的经验，或是有对此有一些想法的话，我们可以聊一下，觉得蛮好玩的。火蛇又可以多活一天啦！感谢你的爱，让我感动，甲姜要考出来。我今天要考，这么多人送是怎么样？谢谢大家，谢谢子昌的200块，让我自己决定要拿去买恐怖游戏，还是要拿去吃饭。太好了。好，如果我吃的蛮饱的，我就把这200块拿去玩恐怖游戏好了。谢谢子昌。哇，今天收了这些斗内，我发现我那个Premiere Pro 的月费就缴得起了，太好了！我这个月有钱剪片了，谢谢大家。好，对，是的，以后都只开纵向直播。对啊，尝到甜头嘞，太甜美了，怎么会开纵向直播就突然就比较有钱？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今天怎么大家对我这么好？这个是怎么了？大家想要听我讲一些什么肉麻的话是吗？还是？你们要什么？那个你们要什么可以表达一下？我尽量能在那个能实现的范围内，我会实现一下大家的愿望，好不好？对，如果大家的愿望是叫我吃饭吃饱一点，多睡觉的话，我也是乐意哦，蛮乐意的。突然拿到太多甜头，就会突然有点良心不安，怎么办？会说人家讲的烂，有可能是自己的优越感。不是很想要地域歧视或年纪歧视，但是有一些长辈的确会这样欺压晚辈。我也觉得，就的确我自己也感觉到，很多时候会，就有些人很喜欢说别人台语讲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明显，可能是。当然，除了打闹跟开玩笑之外，就有些人会说这是在开玩笑，但是好不好笑，我觉得也是可以想的一个点。但的确有一些人讲的比较有攻击性，然后可能让被讲的人很不舒服的时候，本质上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优越感的展现。对，那的确我自己的经验里，很多时候是长辈会这样子，没有错。对，长辈就会说：“哈哈，你们这些年轻人台语怎么讲这么烂？”但是，当然这件事情对那个年轻人本身有没有办法台语讲得更好是毫无帮助的，对。可是对啊，可是有时候那个长辈就是会没有想要在乎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以那个打压年轻人，或是嫌弃年轻人，或是数落年轻人为乐趣的来源。的确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但我觉得也不限于长辈，各个年龄层的人，或是有一些比较会讲台语的人，也有可能会想要秀优越感，然后就会想要去取笑别人台语讲的不好。我自己也觉得有蛮多这种人被我遇到过的。什么伊藤绿茶、好事多、牛肩肉真空包，我没有这个预算我没有办法寄真空包给大家你们可以直接去好事多买哦。我寄给你们的话就不新鲜了，而且我还会先偷吃几口。对。
台语发音没有好不好的区别，毕竟每个地区的发音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这样说啦，就是当然有一些台语是错的，对，有时候是错的，就是当然每个地区会有不同的说法，可能不同的县市就会差蛮多，或是甚至在同一个县市里面不同区域，也有可能那真的就是腔口差，我们叫做腔口差，就是不同地方的腔口不同，不同地方的就那叫什么腔调跟用字可能不一样，对，但也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就单纯是讲错的，对，比如说就是可能正确的说法有什么12种，我随便举例比如说这个词正确的说法有12种。但是第13个不会变成对的，所以有时候真的是错的。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在嫌弃别人讲不好的时候，其实别人只是讲了不同的腔调。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会一直以为别人讲的是错的。的确，蛮多时候有这种现象的，的确很多时候都有看到这种现象。对，所以有时候就真的只是别人的那个腔跟你不一样，那不是错的。对，那怎么样可以知道它实际上到底是错的，还是只是腔调不一样呢？就如果有余力的话，就可以去学一下各种不同地方的腔口。对，讲比较简单就是这样子，或者不要乱嫌弃别人。对，就不要太习惯去乱嫌弃别人。就有时候真的就是人家家里是这样子讲，是你不知呢，就你不知，我家己嘛定会安尼，我也很常就是有听到我没听过的说法，那我自己是习惯会先打一个问号，对，当然有一些很明显是错的，就是通常说那个腔调会有差的话，就再差也不会差到太多，对，所以可能大约还是会有一个感觉，就会知道有一些很明显就不对，对。但很多时候要保持一下，就是其实你真的没那么确定。如果你真的没那么确定，就不要太确定哦。好像在讲废话啊！比猫猫可爱较客气，一定会那个规律吃去。规律吃去就是连都甲做伙吃去，对不对？你看猫猫可爱说那个真空包的包装真好吃，太好了啊！就是人讲不对啊，不过家己没读册，对啊，这个常见啦，这是常见啦。我真的需要吃喉糖。不过想不你今嘛知影啊，对不对啊？你现在知道啦。问题是你要安怎知影你读的是对的？我吃一下喉糖。比较我觉得最直接最容易的方式呢，就是查字典。对，就字典里面，当然有一些实际上也是对的，是有人讲的，但是字典里可能没有收录到。这个情形也非常常见啦。对，但是至少呢，如果你自己讲的 腔口在字典里有收录的话，那你应该就不是错的。至少可以做到这样。对啊，你要怎么知道别人是不是对的？喝康跟细修啊，喝康跟细修啊，对啊，有一些典故就是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也没错。对啊，今天有红骗做古，对啊，我觉得啦，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网站，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单一网站，或是给你一个单一的权威，跟你说你只要看这里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我做不到。对，但我可以跟你说，我觉得多讨论，然后多在台文相关的社群活跃，就多暴露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大致上你会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正确的资讯，或者你会接触到比较多不同的可能性。不同来源的资讯，那你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角度，或是不同的可能性，或是不同的不同的文献之后，你可能会比较知道，或是你可以自己依据你的逻辑去判断哪个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或是你最后都判断出来也没关系，至少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但是我有听过 A 说法、B 说法、C 说法，对，也许这样会比较好。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吉比之前被台中亲戚笑过 Deco 跟 Sub 文。对啊，我发现有一些人会习惯讲 Deco， 然后不知道有 Sub 文，然后有些人是会讲 Sub 文，不知道有 Deco， 还真的有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可以靠多暴露，对，就是暴露，好不好？阿慧就蛮爱暴露的，我是说把自己暴露在很多台语的环境，不要乱想，对。我是台语暴露狂啊！
暴露在台语环境中的意思，好，不要乱讲。好啦，就是对啊，我觉得包含那个怎么样可以知道别人的 Q 靠就不是错的，或是知道有什么 Q 靠这件事情，也是把自己暴露在更多台语文相关的环境里面，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对，阿辉蛮爱暴露的，对啊，我不止自己暴露，我还叫他跟我一起暴露，来传播那个暴露的美好。对啦，10点15分，谢谢。这个也要剪秀词，好，我记下来。对，因为今天大家给我钱了，给我钱就是我可以少做一点不是少做一点，就可以少做一点那个。我在想，少做一点委托，我就可以剪自己的片了，太好了，太好了。这离上一个精华才10分钟，那我是蛮会做效果的。我刚刚讲什么？哦，对啊，就是一样，就是你。今天荧幕没有时钟啊，对耶，我的时钟嘞？那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挖一下我的时钟在哪里。时钟跑去哪了？等我一下，我找一下我的时钟哦。时钟失踪了，不行，这个差太多了，根本不算谐音。我的时钟在哪里？时钟在哪里？有了。好，时钟来了，时钟没地方放啊，放头上哦，放脸上吗？不要啦，这样剪那个秀词的时候看起来很奇怪，我们放一个合理一点的地方。好，时钟放这里，谢谢。刚讲到哪啊？不，反正就是大家如果就是多听无讲所在的台语，你就会较知影讲，有的所在是安尼讲的啊，你就听得多了，你就不会少见多怪，你下次就大概知道，这个是，就你会知道他应该不是错的，没错，就是这么简单，我也没有别的方法了，这真的也没别的办法了。我脸上有小小的字哦，真的耶。那等我一下啊，这样可以了吧？放我胸口是不是？放胸口很不清楚哎。这样超不清楚的啦。好，我们还是放回来。好，好，我们讲到哪？不要乱放了，我们还是放正常一点。2025圆圈圈 C， 对啊，因为这个素材，这个是免费素材，对，这个是那个别人提供的免费素材，然后他下面有就是他下面有写他自己的那个作者的名字，然后大家在用的时候要自己把它切掉。我刚拉出来没有把它切掉，所以大家就会看到有小小的字。对啊，今天开完这个台，我再把它补在那个我的说明栏好了。如果大家有想要用这个工具的话，身上写字好色，不要你们冷静，你们刚刚在那边那个写得腾腾，然后现在在这边那个身上写字是要写什么？你们冷静一点，同学，猫同学，骷髅安安环境晚安，欢迎你来，感觉不错，你们自己画 fan art 哦，我 OK 哦，我蛮想要被画各种有的没有的哦，对，你们自己画哦，请完成我的梦想，算梦想嘛，请完成我的愿望，谢谢，靠你们了，好，哇，我们现在同街有18个人呢，有没有朋友是那个滑秀词滑一滑到我的？有吗？有的话可以跟我说个 hello 吗？一条暗慢欢迎，欢迎你来啊！刚讲到哪啦？杂谈真的是啊，想到什么就会一直延伸，所以就要拉回来，懂了，主播想要有想要啊，我需要多一点 fan art 啊，任何 fan art 都可以啊。对，请大家发挥创意，谢谢。哇，真的吗？是猫咪。不是是猫咪没错，鸟迷勾追，猫可爱，原来是猫可爱，滑一滑到我吗？太好了，这真是我的荣幸。原来可以画吗？可以啊，我什么我那个全年龄的 hashtag 也有啊，那个要成熟的大人才能看的 hashtag 也有啊。每个人出一本同人志就是10倍当狼，谢谢。等等，谢谢，我觉得蛮好笑的。也不用每个人出一本吧，你只要出那个18岁以上才可以看的，也算是10倍当然了。等等，天哪，我居然还要自己加音效，好累哦！VTuber 怎么那么难当啊？
好啦，对，反正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对，反正那个就是多听就会知道那个一些不同的用法，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别人讲的可能也是对的。对啊，惊得人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地方的人会这样子讲，就是不讲死这个字，就会讲惊得人啊，你是也被纠正，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对啊，总之我觉得今天会有这个现象哦，就是刚刚讲到的，很长。先不管性别好了啦，虽然标题是有特别提到性别这件事情，但是就算我们今天先把性别这件事情先抽掉来说的话，很多时候其实台语明明就没有不流利的人，还是会常常被纠正。有时候就是源自于这个喜欢纠正别人的人，他其实并不知道人家讲的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台语其实都不太好。这要讲这么 harsh 吗？请让我卖弄一下英语，因为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这是一个 harsh truth， 一个不太好听的事实。对，我自己配音听起来不像敲拔打鼓，还嫌啊，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没有办法，我不会 B-box 啊，没有人教过我啊。虽然我有看一些影片自学，但是学的也不怎么样，所以我没有办法配出来很像。我要认真一点嘛，不然我再认真一点试一次。鼓的话，噔噔噔，不行，我真的不会 B-box。噔噔噔呲，噔噔呲，噔噔呲，好像不太像再一次，噔噔呲。好，算了，就这样了，我尽力了。有像再跟我说好不好？好，反正就这样。对，就其实大家台语都没有很好，所以就很常会出现一个状况是，人家讲的其实是对的，但你不知道，对，但你不知道。那如果只是因为他跟你讲的不一样，你就想要去纠正他的话，你就会常常在纠正别人。听起来像小时候看到的美国影集，像辣妹那种角色伸出手指戳自己的身，有这种事情哦？你都看什么影集？你看的影集是小朋友可以，你小时候看的，有这种影集哦？我怎么都不知道。我没有很常在看那个有辣妹的影集啦，所以我是不太晓得。对，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戳自己的身体要发出一个呲？哦，是那个很烫的那个锅子会那个蒸发的那个，是不是？那应该直接对它洒水啊，就是拿水就是对它泼2下，应该也会呲。有这种事情哦？第一次听说好，回来。一直把自己拉回来，天啊！就不是啊，就大家台语都没那么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你听到跟别人不同的说法，你就会觉得人家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人家是错的，然后就去纠正人家了，对，结果就其实不对，其实人家没有讲错，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至少我自己觉得很常看到，就是男生跟女生台语能力差不多好的情况下，女生比较会被人家纠正为什么啊？我觉得有点奇怪。对，包含偶尔看到 VTuber， 偶尔看到有些 VTuber 会想要讲台语，对，然后就会常常觉得这个现象，对，可能因为我看到蛮多就是女 V 就是愿意讲台语的时候，其实讲的还不错。我不是单纯在瞎夸，我不是因为想要鼓励大家讲台语所以瞎夸，我也不是因为想要当好好先生所以乱夸，没有，是真的觉得很多时候有很多女 V 讲台语是讲的还不错的，但是打开聊天室就发现每个人都在那边讲说要中风了，就没有吧？哪有啊？你们台语真的有很流利吗？怎么会这样想？我怎么听都觉得很流利呢？我怎么听都觉得主播讲的很好呢？但为什么聊天室大家都在嫌啊？我会觉得很奇怪。对，没有针对任何主播，因为我觉得好多主播都有遇到这个现象，但他们可能没有很在意啦。对，但我很在意，我就觉得好怪，怎么会这样？对，因为父权，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厌女的关系，但是对。一群人觉得女生很无知呆呆，需要教对，然后发表一些对方不知道的知识就可以提供自我价值，这就是那个mansplaining 嘛，对不对？男性说教其实是这样子没有错，我自己也是觉得是这样子没有错，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看到在各个 VTuber 朋友的台，蛮常会有观众就很喜欢对主播指教的，对。
那我其实有点不确定，是因为我看到的 VTuber 里面女生比较多，还是因为在女生 VTuber 的台比较会出现这种爱说教的观众，我有点不确定，我真的不确定，我只能说我真的不确定，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教 bad 对啊，伊藤绿茶也有被指教过，原来如此，所以可能也不一定是跟性别直接有关，对吗？可能男性观众觉得这样笑可以制造节目效果，的确有些人会这么说，对，的确，对，就很好像有蛮多人觉得取笑主播是一种制造节目效果，那这可能是对的，因为如果对主播来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做效果的好方式的话，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就是一个愿意笑，一个愿意被笑，然后主播也喜欢这样的表演方式的话，我觉得 OK。就像我也蛮乐意大家把我乱凑 CP， 或是讲一些很靠北的话，我 OK 啊，但是因为我们有默契，对，所以好吧，是没错，的确有可能是这样子。苍大叔说指教就是只会叫，苍大叔不是在睡觉，还是等一下才要睡觉？很担心大叔的身体，因为我自己最近也是身体要注意，就想说那个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啊！天啊，对，想说大叔等一下还要起来工作，大叔感觉蛮辛苦的。失眠了，天啊！这个我想一下啊，我之前有问一些朋友，就是失眠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然后我收集到的偏方有哪些呢？其中一个是起来动一动，然后就是在原地跳，把自己跳到可能有一点累。可能因为有一些人觉得有运动完之后会比较好睡，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能那个方法也蛮看人的，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对，那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可以提供什么呢？看手机一定是一个会让你更睡不着的选项啊。有一些人会喝热牛奶啊，对，但是如果有乳糖不耐就不能喝热牛奶了。还有一些人会吃饱一点，然后利用那个血糖让你很想睡觉，但是我不知道这健不健康。对，失眠可以喝酒，不要乱讲话，人家等一下还要上班啦，人家等一下还要工作的，不要这样。失眠的时候把朋友挖起来陪你一起失眠，那你是个很好的朋友大家有没有那个失眠偏方提供一下？我们发挥一下那个聊天室的温暖，好不好？靠大家了。很喜欢那个指教的，很喜欢指教别人的，可以趁这个机会发挥一下你的价值哦。应该没有吧？没有针对谁，是开玩笑。没事。我现在才发现我的椅子是可以伸缩的。对，我刚刚那个脚乱动，然后踢到那个椅子的那个伸缩的那个，所以它直接变矮，然后我吓一大跳。大家有看出来吗？我有那个往下变矮吗？我再一次。我都不知道我的椅子有这个功能天啊！好，没事。运动的话，肾上腺素会增加，睡不了。原来如此，我被人家误导了，天哪！也不一定误导啦，可能那个方法对他有用，但对我可能没有用。对大叔可能没有用。热的其他饮料都可以，主要是温度，但就是不要热牛奶。是想说欧美都很喜欢讲这招呢。想说看欧美的一些影片还是卡通，对，尤其是卡通都喜欢说那个喝热牛奶比较好睡，不知道真的假的。室友都靠闹钟醒来，谢喽，都靠那个阿酸牌闹钟醒来。对啦，喝热牛奶的话，嘴巴确实好像是会比较有味道。吃一堆精致淀粉，就是应该是有用，但是不知道，就是可能对身体不一定很健康啊。再想一下，骷髅说失眠的时候读会积分好，所以谢谢你说的有道理，就随便找一个那个微积分影片，或是找一个找那个微积分还是什么，任何物理学啊，什么线性代数啊，还有什么我不知道我懂的数学不多工程数学啊，傅立叶变化好像要用到微积分，反正是的。运动到累了要3万步以上，所以要动好吧，好啦，又不知道自己讲到哪了，天哪！又不知道自己刚刚扯到哪里去了，什么不愧是精英，我才不会，我根本不懂数学，好不好？数学不会就是不会，真的完全不会哦，好，回一个砧板底下要不要铺抹布的文，然后有人说刀子够力就不用哦。
火蛇开始讲英文啊，这就会睡着，真的假的啦？我们要试试看吗？我们直接变成那个哄睡台嘛，一棒子打昏比较快。伤抽残啊，伤抽残啊，干么样啦？不用这样子啦。啊，我们来读点英文好了。但是突然要读英文，我也不知道读什么，所以我要打开维基百科。Wikipedia， 真的吗？我们就唐突变哄睡吗？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如果那个能有帮助的话，那也很好英语，然后随机页面好了，直接变成在看我的英语朗读能力，是不是？随机页面在哪里啊 ？Random article， 真的吗？英语哄睡时间来。啊，是哦，你试过一棒子打昏自己哦，然后就因为很痛所以睡不着，真的假的啦？为什么会试这个啊？为什么会试这个啊？为什么？是很绝望，真的睡不着，所以那个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试看。对啊，唐突英语台，你们有特别想要我念什么也可以讲了，但是没有的话那就没有。不要这样嘛，真的吗？真的吗？啊，你说不要乱试吗？还是不要英语哄睡？不知道，我觉得蛮好笑的啊。哇哦，怎么都是地名啊？地名跟人名感觉好不有趣哦。哇，真的都是地名跟人名还有歌名可不可以有点有趣一点的文章？我来找找。还是我们真的要读一点物理学的？What damn that feels so painful。哇，直接开始秀英文吗？好，来，大家会英文的都可以打英文，然后可能会想到我可以打什么？怎么都给我地名？我想要有趣的文章啊！救命啊！我知道我们来看那个英语的 Wikipedia 有没有 VTuber 这一页？好了 ，VTuber。自然睡眠的时间是跟多数人反过来啊，好像有听说就是每个人的那个睡眠时钟是不一样的嘛，就有一些人可能每个人需要睡的时间也不一样啊，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是那叫什么晨型人嘛，就是天生就是白天起床晚上睡觉的人，但有些人天生就是什么黄昏的时候有精神，或者有些人天生是晚上才有精神的，对，所以就是在现在这个工业化的社会中呢，会想要让大家都朝九晚五，或是3班制，对啊。但是如果是朝九晚五之类的，可能就会跟多数人都是反过来。哇，天哪！台语的性别聊完了，没有，我们杂谈真的是欧北看欧北共，对，是的。我们现在先那个帮大叔哄睡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讲那个台语的性别这件事情，可以吗？可以吗？But absolutely, Japan's VTuber culture has deeply penetrated the West. 好 ，OK， 我们就读一下吧，大家秀英文可以哦。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这不是那个吗？哈姆雷特是吗？是哈姆雷特吗 ？To be or not to be， 这个好经典哦。虽然我好像没有看过对吗？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这有哄睡效果吗？我发现大叔其实英语应该是也蛮不错的，但是大叔都很谦虚，说自己英语不好，会不会其实等一下那个大叔英语太好了，所以没有哄睡效果？OK， Shakespeare yeah。A VTuber or virtual YouTuber is an online entertainer who uses a virtual avatar. 火蛇又可以多活一天啦！这么好，谢谢凉拌米线的300块，谢谢凉拌米线。等一下，凉拌米线，我在聊天室看过你吗？感谢你抖内的300块，让大家可以睡得更好。不要再 favorite animal 了，我根本不会念那个字，而且那个到底是什么啦 ？favorite animal，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啦？这是什么？这是古氏鸟笼。等一下，这是什么梗吗？就是子昌那边的梗，对不对？好，对啊 ，Thanks for the donation。还是大家那个想听我讲英文就抖内我，这直接变转盘直接变敛财，救命！股市鸟笼哈，对我会用 Google， 我知道，我查一下也是查得到的，谢谢。好 ，OK， 念到哪？重念。好，我们那个念完之后，如果睡不着，那我就尽力了。对啊，如果睡得着，那很好，那就可以睡。英语版的 VTuber 页面有菜鸡耶。
哈姆雷特是 Hamletter 吗？不对吧？英语版的VTuber 的页面，大家可以打开维基百科找 VTuber， 然后看英语版，有菜鸡耶，好国际化哦！我本来只有看中文版的，有看到菜鸡耶！天啊，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菜鸡 ！Oh my god！Oh my god！ because the length of this screw can easily and directly affect the， 这不是那个吗？这不是那个复制文吗？那个这个什么东西？螺丝钉的扭矩可以影响到那个挖掘机的什么东西？上次写台语维基的时候，我好像是看着中文版的页面去做台语版的，所以我不记得我有没有看英语版，因为有时候英语版的图跟那个其他语言，有时候不同语言的版本出现的图会差蛮多的，所以我以为是中文版的有菜鸡，然后我没有想到英语版的有。对，天哪，哇哦！等一下，这篇复制文什么时候有英语版的我都不知道。Oh my god！ 是要我念这个吗？Okay, so you believe that pasta should be mixed with number 42 concrete because the length of the screw can easily and directly affect the torque of the excavator. When you hammer it in, it will instantly produce a large amount of high energy protein, commonly known as UFO.It will seriously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en cause nuclear pollution to the entire Pacific Ocean and the Charger. Yeah, this is totally the AI confusing copy pasta. 你刚刚自己就翻译 OK, thanks. Alternatively 很难念诶，这篇怎么那么难念 ？Alternatively, it can be easily deduced through this Pythagorean theorem that artificially bred Hideki Tojo. He can capture wild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so regardless of whatever Qin Shi Huang's cross-section is radioactive, or whether Trump's nth power has sediment, 我不知道这个字，it will not affect Walmart and Wilcon's meeting in Antarctica. 不用哄睡，反正时间到就睡了。好，我们回来今天的话题。今天到底在干嘛？今天真的是乱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对性别跟那个说教跟台语这件事情，完了，那我算了，就工作台就是不会工作，然后杂谈的标题写了什么，就是不会聊那个，这 VTuber 就是这样，没有啦，我不能代言所有人啦，但陈火蛇就是这样，好不好？对，好，我们回来。但我脖子好酸，我动一下。怎么样？很多人都这样吧，好不好？大家都是这样说读书，然后把书翻开，然后就不会读书了。不要骗我了，骗我没当过学生啊！好。还有新的单元要补充吗？你说刚刚的那个论述的部分吗？讲到哪？对啊，反正跟性别的关系没有讲到跟性别很有关系吧？刚刚只是先说了，就是好像不论性别，就都会有一些人就有这个指教别人的这个欲望。你不喜欢自己出现在一个直播，什么意思？那你就不要成为那样子的学生，问题就解决啦，对不对？对，对啊，但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怎么说，我知道很多人都有指教别人的欲望啦，但我感觉到很多时候呢，有一些男生想要指教其他女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特别喜欢指教女生，但是我觉得这蛮常见的，对，他们都没有在客气的，对，就是会把女生当笨蛋啊，对啊。用词是不是很激烈啊？但我觉得没有很超过啦。就有一些男生就是会把女生直接当成比较笨的人，然后就会毫不客气的指教。对，怎么办？同阶掉嘞？怎么会这样？果然不能聊那个正经的话题嘛。有没有那个滑直播滑到我的朋友，举起你们的双手，跟我说个嗨好吗？救命哦！
读书就是在考前一天把期中考范围背下来，不要啦，不要啦，但是这样背很辛苦哎，你是用记忆吐司背的，是不是？一层绿茶观察到的是什么？本来就很不客气，谁都不尊重哦，所以其实跟性别不一定有关系嘛。但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吼，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太多，但我自己觉得好像有这回事。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啊，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框架之下，女生会被训练的比较，女生会被迫被期待，被整个社会期待，或是被整个社会要求要比较温和，不要直接反驳别人。然后甚至有时候就是听到不好笑的笑话的时候，还会习惯性的会想要就是会陪笑，对。首先我们要检讨女性朋友，但是就是我感觉目前这个父权社会有把很多女性就是也是非自愿的，就是会把她们训练成，或者是潜移默化成，或是至少会很多人会预期女生会是这样子做，对，就是可能被挑战的时候要比较温和。或是不可以跟别人吵架，或是要什么温文儒雅之类的。对，我发现好像有这个现象，所以好像女生遇到不请自来的指教的时候，可能很多女生就是也习惯不会直接去反驳他。对，但有一些男生就会，有些男生就会直接被指教的时候就会直接说不要吵好啦，对，就是关你什么事，我有问你嘛。对，但好像可能很多女生就是被整个社会要求，被整个社会训练成不会这么做，所以当有一些人他有那个很强烈的指教的欲望，不知道找谁的时候，可能就会找女生朋友去进行一个指教的动作。对，我在想会不会有这个因素啦？我是在想可能有这个因素啊，我有点不确定。对啊，如果大家有觉得有或是没有，都可以跟我说，那我比较知道大家的想法。对，纵向直播的观众来得快去得快啊，是没错，是没错。滑到什么是什么，所以就停下来。所以如果纵向开太正式的，可能就打不进去啊，好像有道理。哎，观众说的哦，不是我说的哦。观众说他点开纵向直播就不一定想要动脑了，不是我说的哦。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就停下来看我的台吧。太好了，我要把握机会，好好笑。对，大家不管要想什么都可以讲啦。对，我们这边很 free， 也没有特别要骂人，好好笑。讲到哪？对啊，我觉得好像是呢，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多好吧，我不能讲，我也不能太揣测别人的想法啦。对，但是是的，纵向直播的同阶常常是出问题的，在其他台有2-3个人留言互动，结果同阶只有真的假的？也太雷了吧！居然有这种事情。我看一下因为我其实有用手机偷看，然后加上我自己电脑后台也在看。至少手机跟电脑的那个同阶数是一样的，但是喜欢的数量不一样，怎么会这样？好好笑。极短时间片段的长时间刺激已经被国际证实伤脑了，是没错啦。你这个伤脑这2个字是伤肉吗？开始挑那个字，没有啦，伤肉啊，真正做肉的对不？伤肉啊。对耶，如果那个我身为一个宝箱怪，如果咱那个这卡伤啊，你做 K 肉的时阵，人家伤肉。好像不止 V 圈，男性、女性政治人物的台语选民也会给出不同的评价。对啊，真的会耶。就其实也不一定是政治人物哈，我觉得就连歌手也是。我其实好像蛮久之前有看过那个，大家知道戴达梅亚吗？戴达梅亚阿优，对，戴达梅亚阿优，他也是那个做了很多影片，在跟大家分享台语相关的知识。对，我一直都蛮尊敬他的，我一直都非常尊敬他，我觉得他真的超棒，我非常喜欢他的影片，他的影片就是整理的很，让你可以很快的，就是获得很多台语的 take away， 然后就风格本身也是就很好看，对，就怎么说？我觉得台语真的是，如果可以与时俱进，然后可以有那个个人特色强烈的话，会很喜欢，对啊，总之就是我看到达达梅亚阿优他有好像有在短影片里面提过，然后他有跟那个轻轨 ROE 的主唱吉尼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们都已经是就是台语的工作者他们已经是台语相关的工作者他可以直接用台语做一个
就是用全台语做一个分享台语知识的影片哦，然后它的字幕都是台文哦，嘿那个阿威的主唱吉尼写台语歌唱台语歌的人哦，而且写出来是真的写很好，他们都会遇到指教了，都会遇到被一些奇怪的人说那个台语不好了，对，就觉得对，就一直觉得有这个现象，对。一藤绿茶说的有道理啦，就是所有人都会被怪怪的人骚扰，不过女生更常会成为被骚扰的对象，的确是哦，的确是，对，就讲比较直接，就是觉得女人好欺负。我觉得我们要承认啦，我们要承认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都有这个心态，就要承认真的有这个现象存在，就很多人觉得女人好欺负啊。然后就会去欺负女人啊，就这样啊，就是有这件事情啊，对啊，所以就变这样子了，对，对他们来说是打 boss 哦，变倒所谓的专家就会很快乐是吗？可是变不赢啊，你又没有专业知识，什么意思？你又没有在这个专业上花很多时间去提升自己，你又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不过确实哦。好像有一些人就是明明自己对这个专业领域没有任何的认识，但是就觉得自己可以去反驳专家。确实，社会上是有这样子一群人，没有错啦。对啊，是没错。地质学家会被不懂地质学的人质疑，音乐家会被不懂音乐的人质疑，作家会被根本不写作的人质疑，绘师会被用 AI。没有，也没有不对。绘师会被不会画画的人质疑啊，是没错啦，是没错。辩不赢就会从其他角度，是说嫌你态度不好，是不是？确实啦，的确，还蛮多这种人的。翠上偶尔会有路人指教专家的事情，这很常见啦，这很常见。我觉得在翠之前其实就有了，在各个平台多少都有，只是翠上更明显啊。翠上可能因为翠上就是会把文章很容易推给根本不认识、根本没看过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变得更严重了，变得更常见了，好像真的有这回事。因为台语的腔调不同，每个人学的程度不同，所以听到不一样的东西就会想要出来讲，是没错，是没错。就毕竟老实说，大家的平均台语能力就其实没有很好，对。我讲这件事情不是在检讨所有人哦，这是整个语言教育政策造成的结果。对，为什么？因为学校都在教你讲中文，然后大家在公开场合也不太会讲台语，所以大家台语不好是理所当然，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们的错。对，但是就有这个现象，我们要尊重现实，我们要知道有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们才能看怎么修理这个现象。对对，所以的确啊，就是因为大家平均台语能力没有那么好，所以每个人懂的东西不同。对，所以有些人就喜欢还不懂就先指教，对。但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对，大家可能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的台语没有那么好，你可能没有知道那么多事情，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很敢去指教别人。因为我自己也是啦，我自己也是蛮不敢，没有那么敢去指教别人的台语的，因为我自己知道很可能是。把我也靠别人就是这样子讲，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对，所以我会蛮怕，其实是我误会人家，就是我只是我不知道有这个用法，所以我还是会避免太去指教别人的台语。闽南语我也不太清楚啦，台语这个蛮明显，我不知道闽南语的，我不知道中国那边闽南语的传承状况如何啊，我也没有特别关心。对，但。我猜的话，应该就也不怎么样吧。就因为那边也是，就我所知，中国也是，就只让大家讲所谓的普通话，就是中国的中文，对。所以他们的其他语言的传承状况应该也不会太好。但老实说，我没有那么在意，对，所以我没有去研究这件事情。对啊。你说隔壁那边不少不懂装懂，你是说中国的闽南语那边不懂装懂的人很多吗？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真的没有接触那个圈子。对，我自己平常就是顾台语的袂赴啊，所以就无迄个时间去顾中国的闽南语，我就没有在管这件事情。这样就不会进步。你是说不去指教别人，别人就不会进步吗？我觉得你这样说也对，但是。想一下怎么说，应该说
当我要去指教别人的时候，我只能指教我有把握的。比如说，如果同一句绕口令，不是同一句，比如说有一个人念了2篇绕口令，然后这2篇绕口令里面有出现同一个词，但是他这个词在2个地方念了不一样的音的时候，我可能就可以就是提出这件事情，然后问一下，就是你2个念的不一样，是不是其实你家是讲其中一种，或是不是你听到你学到的其实是其中一种，会不会另外一个是你口误的？这个有把握的就可以讲，对，或者是提供想法，引导别人去想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的，对。但是比如说我举例，比如说我听到伊里跟我说要去吃神啊，我如果不知道神啊是什么，因为我只有听过冰激凌，我不知道什么是神啊。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直接说哈，怎么会有人讲神啊？那是什么？我就应该是可以问说，你怎么会讲神啊？是你家有讲这个吗？这是什么意思？对如果对方讲不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查字典，对，我们就可以一起看，就是到底是怎样。对，我觉得要让别人进步的话，可能是这样子啦。对，就是要以自己有把握的去讲，所以如果没有把握，就不要指教别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很确定你自己的台语很好，你就不要乱指教网络上的陌生人，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对，那怎么样可以知道自己的台语有多好呢？教育部有一些检定可以去考。对，教育部有那个台语检定啊，然后台语检定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难度，你可以选 A 级，或是你可以选 A 卷、B 卷、C 卷。对，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大概知道自己的台语有多好。对，那如果你 A 卷也没有考过的话，就不一定适合去指教别人。对，因为就是经过这个语言检定之后，你发现你的语言的能力可能在这个考试的标准下没有那么好，那也许你没有那么适合指教别人。对，我是这样想啦，对。就这是一个参考的方式。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语言能力到哪里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寻求一些外部的帮助。那我想得到的外部帮助，除了请就确定就是对这个语言的掌握度还蛮高的人帮你听之外，就是去考检定之类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唱歌常会用别人的腔调，这倒是但唱歌至少你可以听原唱，然后如果大家不排斥读那个台罗的话，我发现蛮多台语歌都可以找到它的有台罗的歌词版本的。对，因为其实在 Facebook 上有那个我知道有台语老师很热心的，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把所有他知道的台语歌都整理出来了，然后他的那个台语歌词都会有附那个就是台罗的这个，就是有附台罗，对，教育部的台罗，对，所以如果你不排斥看，然后稍微看得懂的话，可以看那个。虽然他有时候会照自己的想法改成跟原唱不太一样啦，但是我觉得还蛮有参考性的，还可以。那不然就是你就用你的耳朵去听啦，用你的耳朵去听那个原唱是唱什么样的腔调，然后就照着那个唱吧。对，那你也可以学到一些你原本不会的用法。考过 C 卷对 Q 考差也不一定熟悉。的确，考那个台语能力检定，有时候有一些 Q 考差的部分是没办法解决啦。他可能会以那个优势腔为主去出题跟去考，所以对，是这样没错。Kudo 说买便当特别想要跟老板讲台语，结果老板用中文回，这超常见的，救命！就真的会，伊藤绿茶也是不是？护理师会讲台语，然后都讲过台语，但是看到你就会讲华语。对啊，就我觉得蛮多人是看起来比较年轻的人就会讲中文，然后看到比较看误会就会讲台语。有时候真的是，就真的很多人习惯是这样子啦。对，就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特别意识到台语可以拿出来多讲，所以我也比较少去要求别人，所以我比较少要求别人配合我，所以我就也没有特别在要求别人跟我讲台语。银牌阿曼欢迎你来，都要来讲一个跟台语算是有关系的代志，欢迎你来听。对啦，就如果是，如果是那叫什么？如果是指教别人的话，是确实可以确定一下对方有想要被指教，再指教比较好。对啊，我之前也有
就是我有时候也不确定别人想不想要台语变得更好，对，所以就算有人台语讲的我很确定没有很好，我也不一定会去指教别人，因为他不一定想被指教，对，但我可以问。我可以写一个企划书，然后说，我有台语到府家教，你要不要来台语到府家教学一下台语啊？这个就可以，对，或者是我就可以问问看，我们就是如果有那个朋友喜欢一起跟我练台语的话，我可能就可以问一下说，我知道有一些台语文法，可能你讲的跟那个比较标准的教科书的，或是文法书的，或是长辈讲的不太一样，你会想要我多提供一点我知道的吗？我会先问啊，如果对方想要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问的，因为有时候对方是想要，但不会特别讲，对，所以我觉得先问一下比较好，但就可以问啊，问了对方要你再指教他，这样比较好啦，这样比较好，猫猫卡还说那个公众人物的话，本来就要受到检视，是没错啊，是没错，我觉得有一点，我想一下啊。对啦，我觉得公众人物本来就可以被检视，对，但我觉得公开批评或是公开检视跟说教，我自己想到这两个词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同，但我现在有点整理不出来那个不同在哪，我可能要想一下。某个场次，伊藤绿茶去逛塑胶武器摊位，请一个女生 cover 吗？然后一个男生在那边拿着美军军刀不买，然后一直搭话，然后在那边讲一堆 OK， 骨头妹，阿曼欢迎你来，阿曼欢迎你来啊！子昌是偏优势枪，但是会有人用非优势枪指教，真的假的？我好像比较没有感觉，我好像感觉没有遇过这件事情可能我不够大台，所以没有遇到人家来指教我，遇到的不多啦，对，有的日本人想要来台湾体验中文，讲了中文之后，台湾人就回他日文了，对啊，蛮常有这种状况的。有听说。所以骷髅会不确定是因为长得年轻，还是因为讲不好。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如果是遇到长辈看到你就直接讲中文的话，我自己感觉主要还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就是。我感觉这些长辈如果遇到台语讲的没那么流利的其他长辈，好像也不会切成中文呢。我觉得那就只是一个习惯。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的习惯，就是看到年轻人就会想要讲中文，这个已经有点潜移默化，所以其实你要他改有点不容易改。就算你台语讲的再流利，像我自己觉得我台语已经讲的还蛮不错的了。但是我遇到，就是我说的不错，就是不会有什么沟通上的困难。但是我遇到长辈的时候，他们几乎都还是看到我就会讲中文，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对啊，长辈看到你讲台语是因为你我刚刚讲错了吗？我刚刚口误了是不是？对，这一辈可以体谅，然后跟彼此讲台语。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的确跟彼此讲台语就是。如果你都只想要跟长辈讲台语的话，有时候你就没办法实现这个愿望。但是想要讲台语的同龄人之间，可以互相约一约，然后比如说一起在一个 Discord 伺服器，哪里有 Discord 伺服器可以练习讲台语呢？哇，说明栏就有啊！等一下，直播的那个直视的说明栏怎么开啊？是可以开的吗？右上角点下来有说明太好了，对，那就是总之不行我直接贴在聊天室。好，总之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想要跟同龄人，不一定同龄人，但是想要一起有一个讲台语的环境的话，可以来我的 Discord 聊天啊。对啊，就我有开语音频道，你们可以在那边聊，你们可以在那边练台语。对。对，因为那个历史的关系，以前他们那个讲台语可能会被杀、会被抓、会被罚钱、会被挂狗牌、会被这样那样的，所以他们可能也很习惯，或是不太敢，或是不太想在公开场合讲太多台语，的确会有这个状态。对，然后中年的一辈会觉得台语不重要，对，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父母理所当然会讲。然后晚辈理所当然不会讲，但好像也没差，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只要用中文就可以活下去，只要用中文就可以赚钱吃饱饭，所以
可能没事不会特别觉得台语很重要，所以对，然后再对年轻一辈来说，母语已经是华语了，所以就很常会有这种不会讲台语的状况。对啊，骷髅现在能练习台语的方式就是跟父母，但是父母也不一定会。对，我觉得可能在我们上面一辈，的那个什么，在我们往上一辈的这一代，可能就是想讲台语，或是大致上都能够讲台语，但是其中有一些词他们是真的不会，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在传递的时候，如果怎么说呢？就我觉得大家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台语并不是一个地位很正常的语言，就对，你打开电视，然后可能那个电视节目的内容里面就是不会全部都有台语啊，你可能说8点档有台语啦，然后那个有台语新闻啦，没有错，不是中文新闻跟台语新闻的那个比例好像，你看一下那个比例，对，然后有一些节目就没有台语的啊，像什么？不知道很多节目都没有台语的，对，就台语的内容就是比较少，然后在公开场合讲台语这件事情就是比较少见，对，我们其实要知道有这个事实，对，我们要认清事实，就台语并不是一个地位很正常的语言啊，为什么？这个要看一下历史，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对，那简单来说，因为有国语政策这个东西，所以在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首先台语不能在学校讲，不是不能教哦，是讲都不准讲哦。对，然后就很多，然后那个台语原本是有字写下来，但是那个时候那些书都是禁书哦，不能读哦，不能出现在这个岛上哦。对，所以因为这些诸多原因，就是台语是一个被人为的方式变成了比较少人讲，或是不太能拿出来讲的语言，所以这个影响呢，就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我们。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才不太会讲台语，对，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台语不是一个地位正常的语言。那这个语言在传递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阿公阿嬷传递给我们的爸妈的时候，可能就只剩10%了，可能就有很多词不见了，因为没机会讲到。因为你看，公开场合也不会讲，然后同辈之间也不会讲，就平常都不会听到。所以那个你说一对父母把这个词传给下一代的时候，它就会消失很多啊。对，那我们的父母辈在传给我们的时候，就又会再消失很多啊。那就这样子不断的流失，词就会一直不见，所以整个传承状况就会越来越糟。对，大致上是这样子。骷髅在 DC 里面只是不常看到语音友人，是没错。我发现大家可能就没事也不会蹲在语音里，对，所以可能好吧，这个不知道怎么克服，但是希望我越来越大台的时候，语音可以常常有人蹲在那里，谢谢。对啊，我的 DC 很棒啊，就是你可以用，你不一定要华语火星文，你可以用华语问问题，你可以用任何你习惯的语言问问题，然后都会有人出来帮你解答，而且我的观众都比我优秀，他们解答的会比我更好，对，可以靠他们超可靠的。偶像剧好像就看不到了，8点档也只有部分。对啊，就像偶像剧就比较不会有台语的偶像剧，你就不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吗？就是为什么台语内容就只能拿来讲一些固定类别的戏剧呢？为什么是固定这种类别的创作会用台语呢？或是你讲的更那个严重一点，为什么好像在电影里面是固定某些角色会讲台语？就是为什么是流氓在讲台语啊？为什么那个电影里面很少看到医生在讲台语？但你知道吗？现实生活中的医生还蛮多，医生台语都很好的。为什么啊？对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对，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怪怪的。所以就对啊，台语不是一个地位正常的语言哦。8点档很多是华语硬翻台语，对啊，而且还有一些8点档，它里面是连翻都懒得翻，它直接一句话里面给你好多个词都变华语字，都变中文了。对，讲什么？这间公司的股份，这个志豪拢提去啊，股份你都会当讲股份啊，但就是要讲股份。志豪迄人名呢？人名一定有台语的啊，人名是你若真正是台语的家庭，恁兜若拢讲台语的，你台语
你的名一定会当用台语读出来但是就没有，就大家太习惯中文了，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啦，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大家都平常生活中都可以注意一下，就其实有蛮多地方会发现，台语不是一个普通的语言呢。对啊，医生要学台语有医用台语，对对对，当然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老人家是我们说高龄的人，现在有蛮多高龄的人可能是不会讲中文，只会讲台语的。那这些人可能也比较多有就医的需求，所以基于这一点，确实现在应该很多医生会需要学台语才能跟病人沟通。但以后应该不会了啦，以后不会了啦，以后的老人就是现在还没老的人，可能都会讲中文的。所以，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以后的医生是可以不会台语的。对啊，以前的政策是有限制，就是剧中的那个台语角色是只能给特定的类型的人讲的，医生是不准讲台语。但实际上，一开始台湾很多知识分子其实是以台语为主要语言的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其实其实甚至有一些大概日本时代的台语书，不对，日本时代的医学书，它全部是用台文写的。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台文，台语写成字就叫台文。日本时代有很多医学书是用台文写的，你只能用台语才把它念出来，你用中文你念不出来啊。当然你用日文也念不出来。喝水吗？好，我喝一下。对啊，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大家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跟你原本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好有趣哦。谢谢，我大喝一口。没错，就是这样子。喝什么不知道可能是觉得你提醒我喝水 so sweet 很温暖吧，才大概吧，我怎么知道？我也觉得我声音哑哑的，我讲太多话，我太激动了啦，好烦哦。但我应该会继续激动，不然怎么办？对啊，好啊，反正今天的那个主题我好像有表达到就是觉得，反正我就真的觉得有这个现象啦，就是台语差不多好的男生跟女生还是比较会被指教。我其实今天在推特上也刚好有看到一篇文，就是有一个 VTuber 朋友，她是女生，然后她就有说，就是他玩游戏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要遇到指教处，但不知道为什么玩游戏就会一直被指教。那他其实不确定，但是他在那个文中有说，难道是因为我是女 V 吗？然后我看到这篇文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可能。我感觉到现在好像还是很多人有一个刻板印象，会觉得女生比较不擅长打电动，或是觉得女生比较不擅长开车，之类的，好像蛮常听到有这回事，但我就觉得很多人有这个刻板印象啊 ，But that is not true。换语言可以重置喉咙，所以我要多唠英文，对不对？对，不同语言的发音位置跟用的肌肉不同对，也有道理。OK， 所以咱是会使讲台语是吧？讲台语嘛，算是换语言好会使。或者咱这话题嘛，跟台语做有关系，所以安尼讲嘛对。哎呦，所以呢，会用做这语言的 VTuber 基本上就是比较无敌可以一直切来切去就不会累竟然是安尼。我的耐久台有希望了，有个脉络在吗？你是说那个会觉得女生不擅长玩游戏，跟会觉得女生不擅长开车的脉络吗？确实，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女生会被觉得不擅长开车，其实是因为汽车的那个操作的位置，它的那个设计方式是配合男生的人体工学。所以女生会被觉得比较不会开车，是因为车没有那么适合女生开。我有听过这个说法，我不知道敢不样，给大家参考。我是有听过这个讲法，我会使想看卖凡世有的代志真正是安尼就是其实不是查某人有问题，是咱这个世间的标准有问题，还是咱那个工具有问题，是伊无适合女性来使用，有可能是安尼。游戏的话嘛，是爱看那个 game 的类型
我毋知，毋过我即摆有感觉讲，做者 VTuber 朋友，有做女性的 VTuber 朋友拢高胜啊。像我就是有很多大家觉得很阳刚的游戏。虽然我虽然对这个我觉得 fuck that， 就是没有很在意，就是所谓的阳刚跟阴柔又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用一下大家习惯的一些刻板印象的词比较好沟通，就是还有这啥，还有这有些人觉得哦，不代表我觉得，但是还蛮多人觉得男生就是比较会想要玩枪战哈，哎，上面机器人赛车还是什么暴力血腥，但这些我都超不会玩的。我超级不会玩枪战游戏，需要反应的动作游戏我都玩超烂。但我就觉得有很多女 V 这些女性 VTuber 朋友就玩得蛮好的，显然玩得比我好。子昌也觉得自己游戏玩很烂，所以会不会变成男性之耻？啊，对啊，这就是刻板印象啊，所以就很多人就会先入为主的觉得男生比较会玩电动，但是 that is not true， 我觉得完全就不对。就很多人吼，就是也玩得不怎么样吼，但是喜欢指教人家，就喜欢说你为什么会出这个装，你为什么死这么多次？比如说那个女 V 玩魂系游戏，然后死了好几次，然后就有人那个说嫌她烂吼啊，我就想知道这些嫌弃的人自己玩得多好，还蛮想知道的。确实有些 polyglot 对，多语言者，对，好像应该就是 polyglot 就是习惯用多个语言的人嘛，讲不同语言的时候不同音色，的确，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切换语言的时候也会性情大变，就是讲出来的那个整个怎么讲个性嘛，用词或是那个激烈程度之类的，感觉都不太一样，蛮有趣的。无能无知无才学的人在家里上网时间比较多啊，我有听过这个说法，对，我捌听过这个讲法，就是讲是安怎咱伫咧看一寡社群媒体啊，可能你看 Threads 啊，是你看 Facebook 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他的网络顶面，他会遮侪人，大部分的人看起来拢无啥巧，大部分的人拢怪怪。啊，有听过一个讲法，就是讲，你做巧还是做敖的人，你若是做巧还是做敖的人，你就咧无闲做代志，你咧无闲食头路，你咧无闲做工课，你咧无闲迄个实现家己的目标。所以你无遐侪气力，通好伫网络顶面啦。有听过这个说法，我觉得有道理啊。所以网络上看起来奇怪的人特别多，其实是因为没有特别很有才能，或是没有自己很有目标的人，会有很多时间可以用网络。这样说，我觉得有一点道理。有新朋友初见啊，暗蛮欢迎你来。因为我头拄啊吼，这个中文讲伤济足忝的，所以我来加讲一寡台语。我敢袂当叫你阿峰诶？敢袂当叫你阿峰诶？阿峰诶，暗蛮欢迎你来，暗蛮。歹势哦，希望你听有台语，希望可以。中文讲太多了，必须换一下台语，不然我喉咙好累。所以头讲啊，可以啊，是，阿峰诶，欢迎你来，有闲就定来坐啊。虽然我即摆迄个开台的时间可能拢无遐固定，啊，毋过咱就是有闲的时阵。阿妈你讲台文哦，你竟然讲台文，原来是讲台语的朋友啊，欢迎，有闲来坐。虽然我即摆迄个开台的时间拢较无遐固定，就对，啊，毋过我拢尽量啊。今仔日较特别啦，今仔日较叫做啥？今日较搞怪，吼，就是事先无大成规划要开这台，就雄长的，安怎讲，想要开就开，所以今日就较雄，平常时是大概会提早一礼拜会先甲大家讲要开这台，所以回得有闲定来坐，欢迎，真欢迎，看到有人讲台文，人就欢喜，有影。OK， 所以是讲父权社会对男性扭曲的观念。歹势哦，这边随还台湾话爱小想者，父权社会对男性迄个一寡观念，就是对因较有要求吼，就是希望讲迄个男性爱足强势就对啊。毋过有的人就是无法度达成这个。不管社会叫人爱足强势这个期待，我都达到这个标准，所以就会变做安尼吼。所以就需要头壳杀掉就来开台，无毋对就是安尼。喵呜，初见平安，暗蛮欢迎，欢迎你来。哇，出镜啊，那喵呜，是
头壳杀着，拢是迄个啊，头壳杀着。杀着才来做 VTuber 的啊，无代无志，啥拢要做即个，要安讲嘛无介好趁，啊，搁足忝的头咯，啊，袂当怨别人啦，家己拣的啦，哈，嘿，袂当怨别人。你看头仔有讲迄个换一个语言，迄个个性会无共，好啦，足久无安尼全台语，有影是全台语讲话较自在，这才是我。感觉是或者真实的我，头壳撇气，就讲撇气哦，无听过撇气，敢是撇气？非对有人就是头壳弄掉才来做 VTuber 吼，敢袂咱安尼讲？好啦，其实嘛毋是安尼啦，就是想讲安怎？想讲趣味啊，做一个，其实一开始算做佚佗的啦，一开始好啦，虽然原底完全毋是要讲这啊，毋过一开始做 VTuber 的时阵嘛是，就是有哪食头路哪做啦，落尾就敢讲做无够开，因为迄个上班了就已经足忝嘛，足忝就无时间做家己的频道，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歹去啊，对啊，应该大家。上无我嘛较接听到是头壳歹去啊，对，这可能足侪人会讲骂时阵拢会安尼讲哦，你头壳歹去啊，对，有，这应该大家拢捌听过安尼讲的，嘿，毋过落尾人讲做无够开吼，就讲回头我就是做想要甲大家佚佗嘛好吼，其实佚佗较好啦。佚佗对即个身体，还是对即个身体拢较健，身体甲身体我真忝。对身体甲对心理拢较健康啦。照你来讲是安尼，我就是要安怎讲，野心较大。我就是想讲我就是想要做甲台湾话有关系物件，想要互大家加听一寡台湾话，还是讲想要用全台语通看台，通有娱乐的人有物件通看。就找家己麻烦就对，怎样找家己麻烦就讲好，无就来洗头咯，洗头咯，洗了就撩落，撩落就撩落来遮做这，其实是安尼，一开始真正是做全台语内容的，一开始真正是台语的内容，做有够济，落尾就发现讲好做全台语拢无啥人爱看，是安怎？我今仔日即个迄个啥重型直播，原底拢讲中文，即摆换台语了后，同阶就变悬啊，是安那？可能大家想讲，那有 VTuber 咧讲全台语的，趣味嘛，有可能。反正是安尼，所以是毋是有足侪新朋友以前捌看过我？即摆就是敢若做新式的，而且留咧看的，拍一下招呼好无？招呼，拍一下招呼好无？留一下话甲我讲者，台语是迄个流量暗号，台语是流量密码吗？敢有影？早知我就为一开始就转台语，我就较自在是咧。毋过后摆你会当试看卖呢？后摆迄个即种叫做啥？欢的，毋是欢的，直的，即种直的迄个放送，就拢讲台语较济好啊啦。想讲互迄个新朋友听看卖，即摆已经想要关台才发现，嘛有种讲是头壳拍带是拍带嘛是有讲。对，迄日就是安尼，迄日就是找家己麻烦吼，找家己麻烦，就想讲好了落，就做甲安尼，就头已经洗落啊，头路已经洗掉啊，好啦，就做啦，就想讲互家己一个目标啦，想讲看即个频道会当做甲偌高。暂时是嘛无介高，毋过嘛无介歹啦。虽然是靠大家牵绳，毋过嘛无介歹，所以就要咧做。若讲做袂落去，就去找头路所以爱靠大家支持我才会讲我去做会落去，我才会迄个继续做安尼。搁来久，搁要台语来久无要安尼，你要食猪饼两饼而已。早知安，你要食早顿啊？阿峰结婚，咱即摆有两个阿峰啊，咱有新朋友的阿峰，搁有迄个老朋友的阿峰，
阿峰啊，足久无看的，欢迎你来。哎，黄金果，干嘛咱叫你黄金果？看卖，这黄金果、黄金果，啊蛮欢迎你来。今仔这风真透，头家面臭臭，哎。这经典的。头拄啊上 IG 的时阵，看到第一影片，走来看一下，敢有开台？安尼哦，你 IG 是看到倒一支？敢是迄个红台？敢是迄支？迄支我看有足侪人看，对，这真有趣味。这家在有做迄支，家在有做迄支。我昨就是雄想着讲。有足侪人咧念即个红台的即个搬喙锦，我就想讲，我嘛应该想讲，我台语嘛是敢讲，敢讲会使讲。阿峰是看到加比特的迄支，就是迄个嘛，可惜做的迄支，骷髅是看到鐵塔，是迄個我咧講迄個 Eiffel Tower 的迄個小棚頂屬的迄支因為我之前看迄個叫做啥，你敢知影迄個系列，迄個看的人無遐濟，所以我無繼續做。原來你是為遐來，我夜景開始有成果。雖然我感覺為迄個伊頭條去車講出來，講我咧夜景，我會感覺聽起來怪怪，這應該是我的問題，應該毋是伊頭條去車上的問題，是我的問題，毋過好，啦，我的 fans 的名叫做火警啦、火種啦，所以算是為了夜景無毋對。想講把這個火種壓出去，大家迄心內就有一把火，對，因為我攏黑白講話，所以大家心內攏有一把火做受氣安尼。無啦，毋是啦，想講互大家迄個想到有台語的時陣，會當來甲我看者。第二回你就是安尼，就是應該是昨吼，是昨還是應該是昨，回你就是也是做日袂記啊，應該是昨的時陣就看到足濟人咧。看到足濟人咧挑戰即個紅台的即個搬喙錦，我就想講，我就想講，安尼我應該嘛，就敢講，對台語來講，我嘛敢講，所以我應該來挑戰一個，挑戰閣無夠開，所以就家己閣寫一拍，迄個足鹹的、足複雜的，互家己試看覓，好耍，加在有做一支，互足濟人有看到我，水。佮交到做者新朋友有影足歡喜的，所以我是毋是應該愛來挑戰者？好啦，現場的來大家聽現場的還是其實無人要聽，好啦，還是講看覓啦，我攏講啊，頭就寫一半，我今日講話講傷緊啊，我是講話足緊無毋對，我講台語有時陣講足緊的呢，來，紅台。紅河，紅河，紅河，過來是紅系統嘅紅河效果，紅太嘅紅海，過來是紅太向來紅海紅系統紅河效果，香港嘅紅海，過來第四拍上學拍格，第四拍上學個拍格，第四拍上複雜嘅。紅太向公共紅橋紅河做紅橋向來紅河來紅系統紅海紅橋無清紅河樹河紅太向的紅河，我頭拄是毋是講紅？我迄個科發別出來，樹河紅太向公共的紅河，好啦，現場版，我阿曼拄看啥台語成分。較重的一出電影，叫做《大部》，內底時空是1950年代。這出我毋捌看過。我敢有看《Michael 世家情3部曲》，我有看一支，我昨閣知影閣有一支，今仔日是毋是閣有一支？我還未看。苗語來講就會超靈台不要緊，你敢講就比別人較贏。毋是講有一句話我足介意的啦，今仔日閣講互大家聽。這句話叫做你毋免足熬，才會當開始，你愛先開始，才有法度變甲足熬。互大家參考。佇我知影迄個有調工想要練習台語的人之間，
拢会安尼互相鼓励。我头拄仔是毋是无甲迄个库萨拍一个好？啊，小姐问歹势。库萨阿妈环境你来，一时也无看环境。啊，就是安尼。即句话就是咱即个调讲想要练习台语的人之间，有个人会安尼互相鼓励啦。我讲有影，真正讲了有影，就是你毋免甲足厉害，才会当才有法度开始，无你永远无法度开始哦。你若要拖甲你家己足厉害，才愿意开始，你是永远无机会开始，因为你永远拢会讲家己无够厉害。你要先开始，才有法度变甲足厉害。所以免惊，先讲就对啊。讲出来就对啊。你若讲出来，互气嫌吼，嘛免烦恼。有些人甲你气嫌是人的问题，有些人甲你气嫌是伊台语嘛无教好，伊叫是你讲的是毋对的，其实毋是。毋过有些人甲你气嫌是你真正讲毋对，人甲你提醒，安尼嘛袂歹，你着搁学着啊，你后摆着会当讲甲搁较好啊，所以嘛袂歹啊。所以你若有想要无强迫啦。嘛无要逼大家，你若敢讲你对台语其实无做有兴趣，你就是敢若小可听有，会使看阿辉的台，你无想要会晓讲，嘛无差，无差，无强迫，你若是有想要练习，有想要进步，你着讲就对啊，莫想遐济，你要讲是你家己要讲，你毋是要讲互别人听的，你毋免配合别人，你家己想要讲你着讲，有人叫你莫讲。你就甲伊讲，无啦，毋免甲伊讲。有人叫你莫讲，你就莫听伊的。或者你若家己想要讲，你就讲，就安尼。哦，你遐甲其他，你遐甲别位的口音无啥共，嘛是有可能啊。对啊，台湾嘛无算做细所在，对啊，就是有时讲迄个过一个庄，腔口就无共啊。过一条溪。用的迄个词都已经无共啊，所以对啊嘛无法度，毋是无法度，嘛正常啦，嘛事常啦，是，就加听啦，你若确定恁兜拢是安尼讲的，应该就是对的，无想要变安怎搞嘛无要紧啊，为得我感觉讲你若想要讲台语吼，上重要的。是你家己敢有想要讲我嘛有熟悉有一寡朋友吼，就是因为我有做迄个 VTuber 访问的即个系列我若有去访问着人的时阵，我拢会问讲，你敢愿意就是用台语开讲我都有熟悉一寡 VTuber 朋友，伊是要用台湾话开讲是会使毋过伊嘛无特别想要讲甲搁较厚无完全无我袂要紧其实袂要紧咱。平常时做侪人，平常时嘛拢是迄个讲中文较济，嘛袂想要调讲学中文吼，所以我感觉这嘛无差。毋是讲逐个人拢想要讲甲足厚的，所以这着尊重逐个人的选择啦。就是有人愿意讲的时阵，我嘛介意讲，咱着讲，就安尼，所以比如讲，若有一个人想要用客话甲我开讲，我嘛是愿意虽然我有可能听无。我听无是我的问题，伊想要讲，伊当然会使讲。我听无是我的检讨。毋过咱两个人做需要沟通，互相听无就会困扰。迄阵咱再来想别的办法就好啊。看敢有啥物共同会晓语言，共同会晓英语嘛会使，无一定爱中文。阿辉敢会晓录讲腔袂晓？我无法度，阮兜无即个环境咱兜无即个。环境，所以我无机会学着。毋过有机会当然是想要加听我看录讲腔嘛是好听。我嘛最近嘛是听宜兰腔嘛听介济嘛是讲好听。袂歹。庙有伫分林，阁有分海口音。海口音我也袂晓，海口音嘛是算是有较特别吼，较特别。阿峰读毋出学花，我讲的阿峰是。老朋友阿峰，结峰读毋出学花，我袂晓讲呢。毋会讲学毋会，要听是愿意听，童谣故事，童谣故事蛮
啊，好，我真袂晓，客户袂晓甲我讲，我无倒。有机会嘛想要熟悉人讲客话 VTuber 呢？好，我今仔讲话讲伤济啊，好，好啦，今日就是雄雄讲讲的，雄雄开即台啊，煞毋知影交到足侪新朋友啊，好欢喜啊，欢喜啊，欢喜啊，真正欢喜，有影是淡薄仔忝啊，电话敢有对啊？迄个海口毋是讲对，因为我知影因诶迄个声调甲别位有诶无共，我知。处理讲台语啊，国校啊6年拢学客话啊，安尼袂歹。我迄阵毋知，我迄阵毋知影会当选客话，嘛无特别想着要讲客话，毋过即马较有想要学，已经袂赴啊，讲是语甲话，写是文，我知啦，所以其实是讲中语啦。若论真讲，当然是讲中语啊，大家拢讲中文较惯势，我配合大家，因为讲语言有时是安尼，语言有时就是鸡飞城市，真正有即个代志。我想讲中文大家较听有，当然有人是讲国语啦，我家己较无想要讲是国语，因为即摆国家已经发展法有规定讲国语毋若一种。所以我讲无适合甲号做国语，当然要叫伊中语，我是完全讲合理，迄是中语。毋过有时讲中语有诶人听无，有时讲中语人无一定听有，所以就讲中文较紧。华语人嘛无一定听有，我想讲好啦，中文我会当接受啦。规定嘛毋是啥物我最要紧诶语言，所以黑白号名袂要紧。我应该毋是安尼讲诶。毋过我定咧黑白讲话，所以无差即句啦。好啦，讲伤济啊，真正我哪有 RIP 有影。要来甲大家讲暗暝啊，我今日要关台啊。我头仔是毋是讲关台？我今日要关台啊。long time no see， 嘛是毋对诶变做对诶，对啊，无毋对啊，死的。话讲伤济啊，要倒啊。好啦。咱要讲落去倒位？咱来看我的好朋友月台啦，月台袂歹啊，月台是最近甲我较定咧开讲的好朋友啊。台文伊可能看无，毋过台语伊小可会晓讲伊对台编做有趣味的，所以大家会使去甲伊开讲一寡台编之类的代志。伊今仔日开即个台，就是要关心亲情朋友敢有台编，所以咱就来去看吼。好，咱来，大家再会，阿曼，再会，阿曼，来去看月台哦，哈哈。